如果你看到 W205 车尾有这个盖，你就知道它是一辆 hybrid 的车款 C3501。这款车有一个通病，下到一半的时候，仪表亮个齿轮的灯，然后去车厂检查，它会出麻将的 fault code。跟着我们的经验呢，很大可能性是我走上这里 starter motor， 你可以看到吗 ？cameraman 看过来，它的 starter motor 已经热过头，现在溶掉了，这边溶掉，这里全部溶掉了。这个 starter 坏是这款车的通病。然后呢，它的 starter 如果是原厂的话，很不便宜，比 non-hybrid 的接近贵多1倍。顺带一提，这个 starter 换了 ，battery 换了的话，要用原厂电脑对你的车进行一个 register。还有 C3501 前面还有多一个副水箱，这个水箱是给这个 battery system 的。如果你开车到一半，仪表亮个帆船的灯，但是水温没有上，那个 spare tank 全部的水都还够的话，你可以检查一下这个 tank 到底有没有漏。如果你看我视频学到东西，帮我按赞分享出去，顺便留言下一期要看什么车案例，我们再抽几个拍成视频和大家分享。